下你先來認識一下，等一下上課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聽定嘢冇？第一個定位手環，定位手環，定位手環。第二個報案，報案，報案。第三個協尋，填手籤，填手籤。第四個親戚朋友，親戚朋友，親戚朋友。第五個通報，通報，通報。我咪要寫字證，有冇帶到定位手環？你下簽唔到人，我愛報案，拜託你哋填手籤機，你係幾個身份證？好，清楚。我格格來填手籤，我有幾隻問題愛詢問你。好，做你問。某個時節發現阿妹唔見體界，我下班轉到屋下，就冇看到阿妹咧。父權工人未簽冇，親戚朋友老鄰舍都冇看到佢。請問佢有帶手機冇？有騎車兒也係私車冇？都冇。請問你啲阿妹叫乜嘢做乜嘅衫冇？我簽一下。佢早先就會做兩身衫褲。咁我就用一種相片來上面通報哦。拜託你哋聽錯我老愛填手籤到愛咩？冇法咯，老民眾解決問題係愛了解本分，大家共下簽，填錯當家就會簽到。咁就拜託你哦。你來學習一下自己從容解對吧？第一句，愛格格來填手籤，愛格格來填手籤。我趕快來幫忙找。華語的我趕快，愛格格，愛格格。來，來，幫忙找，填手籤，填手籤。整句來咯，愛格格來填手籤，愛格格來填手籤。第二句。請問佢有帶手機嗎？請問他有帶手機嗎？請問，他有帶，佢有帶手機嗎？手機嗎？整句來咯。請問佢有帶手機嗎？請問佢有帶手機嗎？下一句，老民眾解決問題係愛了解本分。老民眾解決問題係愛了解本分。替民眾，老民眾，解決問題，解決問題。解決問題是我們的，係愛了解，本分，整句來咯。老民眾解決問題係愛了解本分。老民眾解決問題係愛了解本分。今晡日愛了解單元就上到兩篇。聲夢太極噶。